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助，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应跟上帝、阿罗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跟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赐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不忙咱大家较紧倒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转来教会做礼拜，互相教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有开这个可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耶！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助，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应跟上帝、阿罗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跟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赐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不忙咱大家较紧倒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转来教会做礼拜，互相教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有开这个可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耶！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
照顾甲帮赞，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因跟上帝学了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跟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赐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的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盼望咱大家较紧倒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倒来教会做礼拜，互相教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有开这个，我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耶！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赞，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因跟上帝学了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跟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赐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的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盼望咱大家较紧倒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倒来教会做礼拜，互相教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有开这个，我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耶！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赞，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
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因跟上帝学了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跟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祝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啊！盼望咱大家较紧倒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倒来教会做礼拜，互相教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离开这里，好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助，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因跟上帝学了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跟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祝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啊！盼望咱大家较紧倒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倒来教会做礼拜，互相教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离开这里，好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助，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因跟上帝学了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跟兄弟姊妹三甲见面，
愿主祝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恩典满满。邀请兄弟转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啊！盼望咱大家较紧转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转来教会做礼拜，互相交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有开这个，我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耶！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助，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因跟上帝学了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咱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祝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啊！盼望咱大家较紧转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转来教会做礼拜，互相交会。欢迎兄弟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有开这个，我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想念大家，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顺便看看教会这2个月有什么样的变化。走，我们教会见。疫情即将结束，我欢迎大家一起回来教会聚会。耶！很久没看到大家了，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吧。走。疫情即将解封，等你回来聚会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杨牧师，我是牧师娘。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有上帝的扶持、照顾甲帮助，互咱教会嘛伫疫情的中间做一寡进步调整而且感谢上帝。即马正准备要来继续实体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倒来教会，咱做阵来聚会，因跟上帝学了主，感谢主。牧师真期待，咱兄弟姊妹三甲见面，愿主祝福、保护、帮助咱，搁较有上帝恩典满满。邀请兄弟倒来教会聚会哦。兄弟姊妹平安，足久无看到大家啊！
盼望咱大家较紧转来教会实体聚会。欢迎大家转来教会做礼拜，互相交会。欢迎兄姐参加解封后的实体聚会，带领哦！感谢神，让我们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平安。期待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哦。疫情结束，别忘了回家。我们8月15教会见。See you at church。你若有开这个，我爱什么秀？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引带带领，互咱会当搁一遍平安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即时来备办心准备，今仔日咱会线顶礼拜来议场，请走吧。坐伫天顶的主啊，我夜目望你，看做萝卜的目睭怎样主的人的手，做女婢的目睭怎样主母的手。我的目睭也要安尼耶和华阮的上帝，直到伊临灭阮。亲爱兄弟姊妹，即时咱所起立来念圣诗，学了上帝。圣诗第6首。最后我是我的牧者，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最
咱希望徛咧，咱要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做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必来岛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上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福命。阿门。现在，是咱来启应经文24篇，伫信息后面第46页，经文24篇，兄姊妹咱显着，也是看咱教会所提供的 PPT。咱做伙来启应，我来启兄姊妹三角来应。所行完全遵趁耶法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啥物来清气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伊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照你的话，互我用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遵守我。求你，互我的目睭目走，无看虚假。你互我伫你的路中来看。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患难中对这你着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我听说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灯。你的话一开启就发出光，互望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请咱三角来祈祷。天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来经历一礼拜久的时间。伫你的事故下面，互阮会当得到平安喜乐，阮献上阮的感谢。虽然阮知影伫即个世间，阮依然有侪侪的苦痛、患难，这个事特别是疫情来影响着阮的生活。主啊，互阮就敢若亲像搁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无共款的空间时间，互阮伫即个短短几个月。几年久的时间内面，阮整个阮的生活习惯，甚至连聚会的形态，拢做侪无共款的调整甲改变。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主你，互阮会当有即款的机会来体会、经验你所立你的即个世界，你所立你的时间，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搁较坚定阮的信心。虽然阮知影这是一个考试，这是一个考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主啊，阮知影阮信心无够业，求主怜悯，求主赦免阮。因为阮知影有侪人在做世间每一项事的过程中间，若无有上帝你的话语，若无有上帝你亲自临在来牵教阮的事，阮就会走进去。主啊，这是事实。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阮的生命的经历顶悬，阮就看到即款的代志一直不断地来发生。恳求圣神来引带带领，来帮助阮。我嘛恳求主搁一遍赦免阮，来帮助阮伫阮的生活内面会当见证主耶稣你疼阮的见证。主啊，互阮来实践上帝你的话。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内面
来实践生活出来。主，阮知影，虽讲这是阮的祈祷，虽讲这是阮的恳求，总是主，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伫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甲上帝你相合做伙，甲上帝你相拄。阮咧请咱看到上帝你的荣光伫阮的生命内面，安怎样激励阮、扶持阮、帮助阮。主，阮感谢你，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疫情的中间，特别教会有做精进的过程。阮嘛看到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教会，啊，阮看到伫过去以来有做遮个真久无摕出来的物件，真久藏伫咧仓库也好，藏伫咧即个阮无想象到的所在，遮个物件所有伫遮阮来做整理，就敢若亲像阮的信仰共款，阮若熟悉阮家己的信仰的历程，阮伫迄个所在，阮就无法度来更新。感谢上帝透过即边的整件，互阮兄弟姊妹同心一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阮台岛，阮奉献，阮关心。感谢上帝，互阮人就敢若亲像阮一个家庭共款，三角伫即个厝地咧起造的过程中间，来经历着上帝你无比的疼痛，阮就献上阮的感谢。特别伫想述即个疫情，伫即个遮尔严峻的过程中间，互阮看到阮的同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主啊，阮感谢你，阮对硬体，阮嘛要对软体，伫遮来完成上帝你所交托的责任务，也就是出去普天下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感谢你，上帝你引带带领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继续前跑走，互阮会当来实践伫对人那亲像天人即款天国的奥妙。主，阮搁一遍你来恳求甲感谢。即摆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伫遮来祈祷讲：阮伫天立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对人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我你带阮入日市，要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看一段圣经，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到20节。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选着我来读，请兄弟姊妹咱做阵来看。马太福音18章15节安尼记载讲：即使你的兄弟得罪你，就去干那甲你伫地的时。指明伊的毋对，伊若听你，就得到你的兄弟；伊若毋听，就带一两人三角去，用两三人的喙做干净，逐句话通做平准。17节，若毋肯听因，就甲教会讲；若毋肯听教会，就着看伊亲像外邦人甲抽象的一样。18节，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恁伫对恁别个，伫天恁也要捆绑因；凡若恁伫对恁偷个，伫天恁也要偷因。我阁甲恁讲，即使恁中间两人伫对恁无论求啥物，若是同心，就我伫天恁的爸要甲恁做成。因为不论啥物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组织，
我也伫因的中间。上帝话咱看到这，愿主祝福。这时赞美，咱请先乐队。愿一切的荣光来归给主。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咱有缘伫8月份山顶的聚会组织，咱即摆已经进入即个第2级啦吼，降级甲第2级啦吼。感谢上帝帮助咱，随往疫情有缘，咱看到即个10几位、20几位的即个确诊吼，无得确。伫即站，咱要继续观察，所以当然有教会已经开始做实体的聚会啊。咱的中会内面，咱即个中会的广告伫遐有几间教会开始在做实体的聚会，无论因是即个人数有100-200个，但是总是咱控制伫咧50个所以以前咱教会即8月初1、8月初8，咱以前拢伫山顶的聚会，无有实体咱打算伫8月15号，毋忙伫8月15号，来看即个政府的过来的规定。咱当然咱先家己规定啦，为着即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只有50位的兄弟姊妹。那这事我紧兄弟姊妹，咱伫遮来考虑来想，你若8月10号真想要讲，我要转来甲教会实体的聚会组织，咱会当先打电话甲咱的干事讲
嘛毋是报名，就是甲讲一个，讲大概吼，阮会过来聚会安尼吼，互咱兄弟姊妹教会这边才嘛会当小可做淡薄的统计。大概兄弟姊妹，当然咱若要来聚会嘛，毋免报名啦吼。因为咱若教会内面会当50个坐满，若过来兄弟姊妹，咱要安排去到2楼的所在，伫2楼的所在，伫遐来看即个嘛是共款，着用直播的方式，咱做阵伫遮来礼拜。即个气氛，我相信伫家己伫厝内面，甲来教会一定无共款，一定无共款。所以牧师真期待嘛，望咱拢做阵渐看即个疫情的动态了后，所以咱爱继续有信心来挖靠主。当然，咱的政府咧办代志，或者即个过程，有人相信，有人无相信，这是一定的。一个民主的国家内面，就是会安尼。总是咱用信仰的角度求主来帮助咱，为着国家来祈祷。咱求主嘛保守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无得牧师会麻烦咱的小组、咱的团结，偷伫遮来即个记录一下看有偌济兄弟姊妹已经打疫苗，嘛互帮助咱教会来做做无共款的决定。即个咱说书，咱拢无人去拍疫苗，咱着爱注意，要安怎样伫遮来发热即个人数的问题。说书拢总有去拍疫苗当然有一份的小可有安全感一点我知影有的即个外国的所在有人拍疫苗，伊有缘被感染，但是这就是咱看到的现实的真理。所以愿主赐福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咱集体的聚会组织，咱伫8月15号，所以咱伫看即个 YouTube 的前导片已经开始咱的中集同工拢邀请兄弟姊妹渐渐，咱伫咧8月15号以后，真毋茫若疫情愈来愈缓和落来，咱就会当安尼来做。若实施佫无法度，有缘咱爱转来到线顶的组织聚会。所以特别，咱为着遮个代志，上帝来求讨。今仔日其实我来看教会咧，咱总会所规定的，今仔日其实是圣乐主日感谢上帝，咱无法度伫遮来实体，但是咱会透过咱的音乐讲师伫即个负责圣乐的过程中间伫即2个月嘛真辛苦遮个兄弟姊妹同工做阵。用电脑的录音的方式伫遮来录音来显即个看即个影片也好，看即个其他的即个演唱，伫遮来听来翻译来，那我相信咱看到咱的即个赞美的过程所以求主来保守带领来引带咱伫圣乐主日的过程中间，牧师今仔日用即个题目：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倒摆是啥？家不和安怎？万事不兴。家和万事兴，要透过马太福音18章15、19、20节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有一个标点啦，咱若实施掀开圣经来看，伫马太福音内面，这段经文有一个标点是啥？讲怎样款待，怎样对待得罪你的兄弟？怎样对待得罪你的兄弟？有一个真清楚的指示，伫圣经内面，伫遮最后说，伊嘛安尼甲咱兄弟姊妹分享，一直到即马这段经节内面嘛，用伫咧咱的教会也好，用伫咧咱的家庭也好，用伫咱咧处理教会遮的所有的纷争的代志，所以我用家和万事兴，迄个意思是其实我牧师咧。准备即季即个圣经即个讲道的题目过程中间，我就咧思考一件事即个疫情，这是牧师家己预测的啦讲疫情差不多到即个所在，到8月尾应该差不多恢复实体甲对啦无拍算，即个真正是毋是人会教的啦有缘咱爱伫线顶所以其实。牧师用这个题目是迄阵设定啦，讲咱拢会当组织伫教会内面
伫教会内面，当然咱伫遮牧师用即个家和万事兴，因为安怎？伫2个月的过程中间，牧师嘛有咧处理兄弟姊妹家庭的问题，真特别呢，真特别因为安怎？咱一天到暗拢大家做伙啊，上班嘛做伫厝内面，有的兄弟姊妹是上班伫厝内面，所以即个2个月安尼落来大大细细的代志，包括牧师的厝嘛是嘛有嘛会呢，小可有小冲突安尼，甲囡仔这小冲突要安怎样来处理？这是值得咱兄弟姊妹伫这2个月的时阵，我相信有做当然咱家己会当处理的，就拢处理好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8月拄开始，咱咧开始准备，咱咧准备。伫咧即个实体的聚会无论是实体也好，无论是教会的礼拜的调整，咱伫教会的精简，咱现在嘛要讲着精简的故事，所以伫遮个过程，咱看到家和万事兴，真正重要，是毋是？真正重要。所以人甲人中间的和睦，当然是咱教会全体的兄弟姊妹。咱会当伫遐来表现的，来表现的，所以使徒保罗讲，咱爱尽咱的规律甲正人来和睦。罗马人书12章18节安尼讲，阁有买变的话，愿兄弟姊妹拢会当喜乐。要做完全的人，爱受安慰，爱同心合意，爱彼此和睦。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这是这个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伫即个过程中间，所以其实耶稣嘛有讲着，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啊，因为什么？天国是因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所以兄弟姊妹和睦和睦，和睦是咱真做天国的子民的真重要的特征啊，特征特征真重要，真重要，所以。目的就是要互人带来和谐的关系，人甲人中间带来和谐的关系。所以咱做基督徒拢常常会当用啥？用做讲平安啊，平安是毋是？咱讲平安，做人甲人中间和好的记号平安。人咱听到平安就真欢喜所以无论是古早甲现在。咱讲平安，就是表示一款的和平，一款的好，无战争的状态啦。所以平安就是基本上咱要甲上帝和好，要甲人和好，即款心灵的状态，这是真重要。所以平安是一款的稳定亲爱兄弟姊妹，平安是一款的稳定。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特别伫十字架顶悬的即个救赎所。带互咱人的啥一款的救恩，一款的稳定，所以咱人领受了后，得到甲上帝搁和，甲人搁和，进入和平的国度，所以互人追求迄个平安，来帮助咱。所以咱看历史中间的记载，真多人类咱为着所付出的代价，战争对不对？冤家相杀，所以今仔日在疫情的第2集啦，讲落来第2集的即个过程中间，牧师要借着即段的经文，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包括牧师，咱拢会当有反省的一个机会。基督所做的一切，咱的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对你有啥物款的感动无？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咱。信仰的经历，咱来脑深的时阵，你都会当真实去体会到，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咱的基督耶稣所做的一切，对咱有啥物款的感动？咱会想到咱的心灵，甲上帝搁好的过程，所以咱就知影，咱起这段敬拜上帝。迄个起祭坛就是家庭啦，咱即马是用家庭做单位，咱伫家庭内面透过网络起祭坛，咱伫遮来敬拜好老主，
所以教会是家庭，嘛是咱的生活，嘛是咱三交陪的所在。所以上帝陪伴咱伫教会内面，咱伫咱的厝内面，嘛真做教会的款式，伫遐学习团体的生活，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甲兄弟姊妹有三交陪，用听互相激励。诗篇133篇第1节就讲着，看兄弟和睦同居，拢是安怎河顶的山，河顶的水。所以伫做伙的过程中间，咱来学习；伫敬拜过程中间，咱来学习安怎样家和万事兴。当然啦，咱伫团体内面常常因为少数人带来影响，咱人甲人中间有距离。无信任、无和睦的代志发生，这特别发生伫咧民主国家，变真做常态。在野党，甲执政党，咱就会当看到，咱就会当看到所有的民主国家，迄款的无信任、无和睦的代志，互百姓带来惊吓，伫遐猜疑，伫遐沉默，伫遐退缩。搁较有人安怎伫挑起咱人甲人中间的迄款的愤怒怨恨。虽然问题的发生是少数，但是安怎？但是拢会牵动着全数的迄个过程。所以，这使咱的团体的成员伫迄个过程中间，就会开始安怎？开始失去和谐。团体开始有无共款的即个冤家的意见，所以咱常常忽略一件代志，就爱咱有一款对对方的了解，但是咱对对方的了解，通常伫冤家的过程中间会带来啥指责，伫遐互相惊吓，伊会害我，我会害，我要来害伊，最后变复杂。工作咧就开始来提示啊，真做教会无得较变真做真空的状态，无人愿意做遮个事，无人愿意做厝内面的事，开始就伫遐否定，伫遐批评，就伫遐无法度来接受人的意见，所以开始主动，整个教会的事工就无法度伫遐来发展，整个家庭的生活就无法度伫遐来发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耶稣甲门徒伊伫遐来进行迄个最后的晚餐的时阵，伫迄个过程，咱知影门徒内面的犹大已经互魔鬼所利用，伊要出卖耶稣。其他的门徒伫遐咧争啥？争我势力较大啦，各怀鬼胎啊，所以伫迄个过程，规个团体乱糟糟。迄个时阵，耶稣做一个动作，我毋知兄弟姊妹，咱是有看圣经的记载，耶稣做一个动作，亲自为门徒安怎洗脚，教是因爱彼此相听。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即个耶稣入去到克西马尼园，伊伫遐单独伫遐咧祈祷，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又失败了，摕着讲你来合一。合而为一，你来合一的用词，所以可见咱的主耶稣真毋望属于伊的人，拢会当来合一，伊无愿意有失和的现象。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先来介绍，一个团体内面失和会带来几个害啦，灾害。然后一条，你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啥？咱若线顶会当念一个，互相安怎？互相攻击，互相攻击，互相攻击。即个团体若失和开始带来这四个过程，互相攻击。所以互相攻击就是对人产生伤害的行为啦这个伤害会当分这个实际的伤害，甲心理的伤害。所以心理的方面，当然咱同知影，我甲你讲，谁人安怎，谁人我在做啥物代志，安怎。开始安怎，开始讲，开始指责、讽刺，伤害个人的尊严。所以咱知影圣经顶悬嘛有记载民数记12章嘛有记载，这个米利暗甲亚伦，这个因借口
伫遐来诽谤摩西，摩西受到攻击。伫16章的记载嘛，会当看到即个可拉旦啊，可列党组织伫遐攻击摩西、亚伦。咱伫台湾的教会，近代的教会历史，其实定定嘛，拢有安尼的代志来发生。咱伫教会实际过程，甚至是咱家己教会内面本身，咱来看咱的历史，当然毋是即马啦，感谢上帝，咱会当伫遮来反省啦，迄个头一个互相攻击的厉害性是啥？咱就知影有人就开始讲某咪教会，逐工讲吵吵闹闹，愿主来帮助咱。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爱安静下来。好，第二点，甲兄弟姊妹分享是咱就会开始安怎分裂，抵制。所以团体若适合，往往就开始要分裂啊，组成党派，彼此对立，伫遐来抵制。平衡的时阵，伫遐来抵；若无平衡的时阵呢，大个就欺负小个。对伫圣工的较爱无乱，毋管是圣工的计划是安怎样，事工的计划是安怎样，无共款的派别的兄弟姊妹人，拢会开始就伫遐来好定，无愿意合作的态度，直到啥物代志拢袂当来成立完成。议案无法度顺利通过，结果安怎，才会一个事工拢安怎直延。我相信咱加加减减拢会听到，教会界内面嘛有即款某一间教会，因为安怎，因为伫遐来分党分派，哎呀，这实在是愿主来怜悯啊！第三个，就是即个过程了后，开始有人安怎退步啊，开始有人安怎领导啊，退步领导。团体内面有适合啊，但是安怎？有缘会当有人伫遐来维护真理，诚实听教会、听上帝的人，嘛是有看到安尼款的攻击、抵制，开始渐，哇！无爱来教会啊，无想要来开会啊，无想要来做啥物代志，渐，就冷淡倒退啊。所以开始看到信仰内面的退步，礼拜的挫折。看到教会界内面，无论是咱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定开始就迄个信仰开始质疑啊，上帝啊，你伫倒位？他会互阮拄着这款的代志。牧师甲做过其他教会的小会议长，几若经过啊，做过几若经过，拢是即款的问题，找无着牧师来甲教会伫遐来侍奉。伫迄个过程中间。哇！我看遮个中职同工，有诶是分派无问题，安尼一看就知影，总是愿主来怜悯啊，帮助咱兄弟姊妹信徒看到哇，有诶开始真正诶人心倒退，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诶，最后一定就是造成即个伤害。所以一个团体若适合带来诶即个四个。方向对造成即款造成伤害，两败俱伤，规个团体安尼拢害了了。马可福音第3章24节到25节有安尼记载讲啦，一个国一个国伫遮来分裂，迄个国就徛袂牢啊，一个家若分裂，迄个家就徛袂牢啊。马可福音第3章24节到25节，所以。分裂抵制，迄个结果造成团体的伤害，所以这是魔鬼破坏咱事工圣工的规定。亲爱兄弟姊妹，那安尼要安怎？一个厝变安尼要安怎？咱伫疫情的过程中间，咱当然咱伫厝内面一定加减减啦，大细的遮个冲突也好。所以愿主来怜悯帮助。所以耶稣看到即个学生安尼，耶稣看到伫当时针对即款的适合的现象，耶稣有特别的看法、特别的想法。
哦，伊爱咱对即个适合的中间找到安怎搁合啦、复合、搁合的秘诀，哦，即个团体咱会当伫遐来三和睦的方法。所以有啥物款的方法？咱来看者，哦，咱来看者。然后一个单独找对方法，单独去找对方。即两兄弟姊妹圣经内面，今仔日安尼记载，安尼讲，若是你的兄弟得罪你，你着趁只有伊甲你做伙的时阵，哦，意思就是彼此有啥物误会，还是埋怨，直接找对方。哦，这个是真无简单的，亲爱兄弟姊妹，这需要这个信用的这个灵敏哦，这个信用的这个角度哦，特别哦，所以直接单独找对方哦，唔通伫遐透过别人传话啦。哦，咱定定拢会用即招哦。我甲你讲，你甲啥？哦，讲我即摆咧生气啊。哦，啊，对方就去传话啊。哦，讲啊，我甲你讲咧，我咩人叫我传，我甲你讲啊，讲伊即摆足生气的，哇，足生气是甲生气可能无啥共。伊是讲哦，我有一寡情绪咧生气，啊，怎讲足生气，传话传唔好，着去啊。所以唔通安怎，唔通透过啦。哦，啊，唔通公开私人的事啦，哦，搁较唔通用边仔的人伫遐来做威胁，直接讲话会当，若说事咱有法度安尼来做，较理性，哦，情绪缓和落来，哦，化解人甲人中间的误会，得到谅解。耶稣讲啊，安尼你就得到你的兄弟啊，那安尼你就得到你的兄弟。所以，因为面对面的沟通是同好彼此解决迄个同好的方法，互相接纳，哦，得到咱讲冰释解冻，哦，和好甲以前共款，哦，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好，来第二个，咱复合的方法的第二点，别人的协助，别人的协助。伊若毋听，你就带另外一个、两个人做伙去。哦，所以私底下的会面，无有达到要和解的目的的时阵，咱爱安怎带一寡人去，伫遐来沟通，继续沟通啊。申命记19章1个50有讲到，哦，毋通凭一个人的喙做见证，总是爱有3个人的喙做见证，甲会当定案。哦，定案。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讲的，带2、3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咧强调伫和解的过程中间，咱爱安怎爱协助。哦，经过遮个人的分析说明，会当彼此知影所在伫倒位，无好的所在伫倒位，会当产生一块新的气氛，啊，有诚实、公正、公平的判断。所以，这个咱处理教会的事务的代志，嘛是安尼吼。拄啊开始。直接找，过来无法度的时阵，搁找啥？找遮个中职同工，做伫遮来规劝，过来过程，伫等者继续来说明。哦，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迄个协助爱诚实、公正、公平。我相信这是咱会当想到，因为透过圣经内面耶稣会教示来帮助咱。到最后一点，教会说明，教会来说明。哦，若是因唔听，就安怎？就甲教会讲，若抑阁袂使，哦，咱一定爱甲即个人的困难带到咱的信仰的团体内面，意思就是伫教会内面。哦，因为咱若惊即个法律的过程，就产生搁较济的麻烦。哦，所以使徒保罗伫咧遐，这比哥林多教会讲。讲恁中间彼此纷争的事，在咱家己的不义的人的面前求审问，哦，无伫咧圣徒面前求审问的，哦，兼毋知影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哥林多前书6章第1节到第2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真正基督化的团体，一定是伫咧基督内面，用疼心行公义的事。哦，因会当得到判断，得到公平。
无牵挂，因为团体的决定是有效力的，所以咱相信上帝要显明、饶赦、和睦，有开力、有能力的人来调解即款的代志。所以即使若犹原无听咧，是毋是咱最后圣经顶悬的记载内面有讲到，第19节即个17节遮有讲到，是毋是最后犹原无要听要安怎？一定有人会问即个问题啊？是毋是将因当作是外邦人甲抽象的共款，甲因当作是无仰望的、无药通医啊？或者是耶稣对即款人并无有绝望到即种的程度？其实伊互咱一个挑战，叫咱会当用感化迄款同样的心肠的听，去得到伊。所以煞接的故事耶稣有讲啥？咱饶赦人几百，70个700个故事。所以对伫遐的真顽固，无法接受任何的和解的辅助的遮个人，只有像耶稣所讲的，讲安怎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影。犹原行伫咧信仰的道路顶悬。亲爱兄弟姊妹，伫遮结论牧师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也就是咱伫教会，无论是整件的过程中间，拄一开始，牧师印象真深，迄个声音较大。哎哟要开遮尔侪钱呢？弄一个即个迄边隔壁迄楼，咱的1楼遮幼稚园以前的遮个活动的空间，要安怎开始开始就有话讲出来，安尼刚好开始有话出来，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咱透过啥？透过咱的同工伫遮，透过当然咱用网络，咱无法度实体的聚会，伫遐说明，伫遐解说，咱用台岛的推，伫遐来说明，伫遐解说，伫遐来看进度，伫遐过程中间，同工犹原嘛有无共款的意见，倒位爱改，倒位安尼较好，安尼也毋好，伫遐调整，当然无有冤家啦，但是安怎，就是迄个意见的过程中间，感谢上帝帮助咱渐渐收束，特别完工的过程，当然毋是100%完美，但是安怎，咱开始伫即个过程学习安怎样协调，安怎样沟通。我相信这就是对咱会当有帮助。伫个疫情的中间，大家兄弟姊妹，咱拢伫厝内面，我相信嘛有侪即款的问题伫遐来产生。今仔日要食啥物物件？哎哟，咱会逐工拢食即款物件，会当换一个咧。煮食的人无得较无欢喜啊。囡仔讲咱要食啥？咱食麦当劳好啊。哎哟，无爱啦，麦当劳无营养，开始冤家起来。厝内面嘛是共款，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大家庭甲厝内面小家庭，咱拢伫个信仰的状态内面，咱来求进步。所以一个团体要和谐，必须头一个真重要，爱安怎？爱忠诚来对待，彼此真诚来对待，做到彼此的饶赦，互相的接纳。因为咱拢是上帝厝内面的人，大家和睦做伙是偌尔水，偌尔美善。要互福音来讲传，咱彼此爱同心合意，努力打拼，互即个团体人看是合一、真正合一的团体，受到上帝、得到上帝的恩典的团体。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咧讲，今仔日要说明。遮个家和万事兴，毋是咧讲咱的教会即马做歹，毋是因为咱的教会有真好的典范，所以牧师当然会想到，哎呀，即个疫情的中间，咱的家庭呢，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咱必须继续伫遮，无论疫情安怎样复杂，愿主来帮助咱。咱伫遮继续关心教会每一项的事工，台岛关心奉献以外。牧师真毋茫期待，咱兄弟姊妹拢会当真实有甲人和睦的即款的态度。咱愿主帮助咱，家和
万事兴。请咱三脚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予阮众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厝地内面也好，伫教会的生活，阮三甲努力打拼，伫遮来做信仰的实践。阮知影真正爱家和万事兴，因为阮知影伫上帝国度内面，阮相信一定是家和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和睦。伫上帝国度内面，三甲努力打拼，因为咱彼此相疼，众人就看出咱是属主的囝子。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遍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实践这个道理，实践这个真理，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忠心同工，伫个和睦的过程中间，嘛会当搁较深识彼此。来相听，彼此来分享，上帝你得到上帝你大大的赏赐甲祝福。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献开圣诗246首，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246首，上帝听透听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听透也回应一切，一定欢喜降落地，求你听我你心内。献出你的花进来，求主你是主的怜悯，你会听我喊圣经，将你给我这些能力。这时咱来闭眼心，来准备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诵献的诗。我的志愿献予你，献出龙潭的旨意。我会在情的受伤，愿献你做祈求。阿门。请坐。这是牧师来报告咱来献开这个周报伫个这个咱的网页顶悬有若无咱来看这个 PPT 的内容好，来这是咱来看这个周间聚会的人数香柏树8个人，拜三的祈祷会5个人，有花果树暂停，葡萄树14人，橄榄树14人，挂菜种11人。种子高中生9个人，过来，咱来看少年团契12，家庭妇女团契12人，高中国中的助理24人，好，这是咱顶礼拜聚会的人数。游园拢伫线顶的聚会，即礼拜游园咱也是伫线顶咧聚会来，咱来看即个线顶的聚会，即礼拜香柏树同款是拜2，下晡2点半，主理是赖如萍技师，主题马来福音15章。双年团契8月初5游园暂停咱即个月双年团契8月12有要实体的聚会所以咱伫后礼拜咱会公布所以请咱兄弟注意。有花果树伫个10点聚会，拜四10点主理是芳园乡姐妹，主题是马太福音第1章马太福音第1章，游园伫线顶8月初5，过来下一页。8月初6的聚会，拜5的聚会有2个单位，挂菜种小组甲葡萄树小组拢是8点开始。主理是永祥技师，敬拜郭丽婷姐妹，主题创世纪42章。葡萄树小组主理是林芳小长老，敬拜是苏明坚姊妹，主题创世纪45章。游园拢伫线顶。拜6的聚会，橄榄树种子伫拜6这个暗时8点，线顶的聚会叶丽丽姐妹。敬拜胡丽君姐妹、破冰叶依婷姐妹，主题是创世纪47章。种子小组伫个7点半，主理是洪文江老师，主题做温度的代价。好，来，咱来看家庭妇女团契，拜6 7点半，主理是陈淑芬老师伫线顶的所在，主题是神的恩宠神的恩宠伫8月初7。这是特别邀请的老师所以兄弟姊妹咱期待拢会当来参加伫线顶顶悬来报名来，少年团契8点伫个这个线顶这个牧师娘来主理这个主题创世纪归纳式查经见长子的部分创世纪27章27章伫个这个所在线顶的聚会，所以请兄弟姊妹咱拢注意注意伫即个线顶的遮个聚会期待啦期待咱伫8月初9以后的聚会会当伫个实体聚会以及线顶拢会当来选择，逐组、逐小组、逐团契来决定所以8月初9以后，所以这无得较就是咱伫个降级落来了后的第1摆的聚会组织所以希望咱哪来准备备心来准备。好，来咱再来看来，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咱8月初1到8月初8，咱教会所有的聚会游园伫线顶的直播虽讲会当到50个人以下但是咱游园伫个这个线顶先来组织聚会这是搁较咱较谨慎一点较谨慎一点所以求主来保守来，咱下一页这我第1点、第2点拢共款我相信兄弟姊妹拢是真习惯咱去到一个所在先打卡刷条码还是咱签名、消毒、杀菌酒精拢爱做好毋通讲若会当去拍疫苗的兄弟姊妹，当然咱会当拍疫苗教会游园会小可做一寡统计咱即马统计差不多咱有一半差不多50个兄弟姊妹左右
57个70个歹势，70个兄弟姊妹左右已经有注射迄个疫苗有人准备要注第2摆的疫苗所以咱教会整体方面看起来是还好不过幼儿咱爱，拄则牧师咧讲到的时阵有讲着，咱爱认真爱注所以幼儿咱借着即个政府的规定好，来咱来看继续的报告。下晡1点半要调开定期的中执会请咱的同工未办心咱伫实体有咱会当来教会来开会若无法度来的同工，依然咱伫线顶会当来的同工，尽量咱就来教会来开会今仔日因为咱会当50个以下50个以下即个组织开会，咱小即个关心关心。好，来第4点，咱本会整修的工程地板的部分差不多99%都要完成其他的即个细节的所在，小可调整的所在，搁时仔个一个日均了时仔个一个，搁整理用一个差不多伫即礼拜就要隆重来甲完成。咱的幼稚园伫个拜日就要来开学即个有几班就要来开学所以由主来保守，带领来帮咱。来，即个小会第5点小约定，差不多咱伫个8月15号要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迄天咱有洗礼甲圣餐，咱有洗礼甲圣餐，有一个幼师林丽轩，林丽轩小妹妹伊的爸爸是盛豪妈妈是幼珍因咧伫个华语礼拜伫遮来即个洗礼咱幼园每一场下礼拜限制50个人除了咱的同工。所以差不多有40位的兄弟姊妹咱服侍的同工若加入来50个所以咱差不多有40位的兄弟姊妹会当伫咱的主堂内面伫遮来聚会若搁来的兄弟姊妹都邀请咱伫2楼的所在咱的即个中执的招待伫遐咱继续同款重复进行同款的时间来聚会所以台语甲华语伫个8月15号咱拄则看伫个网络顶悬的前导片，咱的遮中执同工就做一寡欢迎邀请兄弟姊妹来聚会。好，来，咱搁来看关怀大岛头1点，继续为着教会进行的工程关心大岛奉献。第2点，伫厝内面调养的遮兄弟姊妹、超伟姐妹咱特别为着伊来祈祷求主保守即马过来去检查，有发现讲即个癌细胞有甲细胞所以咱特别为伊来祈祷即继续在化疗的中间。德修兄、美仪老师、文德老师、安永周弟兄、有华姐、佩奇、曾云霞姐妹、罗金丁、徐建庭、林李米珠、黄伟如、曾阿玉遮个兄弟姊妹，住院的秀英姊妹、静婷。外出的各位林弟兄、伟汉伫文来惠美姐，好，咱特别为着遮个兄弟姊妹，咱来关心大岛，来，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做伙来念今仔日的经句。即使你的兄弟得罪你，就丢去，敢若你甲伊伫地时，指明伊对，伊若听你，就得着你的兄弟。咱搁一摆，来。即使你的兄弟得罪你，就丢去，敢若你甲伊伫地时，指明伊对，伊若听你，就得着你的兄弟。愿主帮助咱，拢会当得着咱的兄弟姊妹真好的沟通。这是咱来念上营509首，上营509首，咱起立。你们。
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爱、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咱后走了后来行平安礼。这是咱来行平安礼，愿主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